伊甲我讲，我有温，你就到个。因为我的快乐是伫人的软弱来成，所以我真欢喜，较爱夸口我遮的软弱，互基督的快乐带伫我。咱即时请三甲的吟诗来学罗上帝圣诗583首，愿主赐你成就，请起立准备来吟。当心出声用主耶稣教示咱的祈祷文三角的祈祷，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你的灵亲像天理，阮的日子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犯的人，我对阮的日子，叫阮有你的爱，因我愿意灵光拢是所有，该好事。请有缘徛咧，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万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子子，咱的主，以圣神导派，对在这路马利亚之时，以温柔了得来许多，变是的信拜众为父，会使伊对上用我，上天。他最万能的上帝大灵，伊要对咱来生活来学习啦。我是圣神，我是神，
诚济。咱这要三甲来交托启应文第14篇，也是第4篇，附约4篇46篇。启应文14篇，由我来刻正兄这来译。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溃烂。虽然地大变动，海水野影哗哗好。第声，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诚欢喜。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列邦哗哗吼，列国动摇。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来看上主的所做。伊一间斩断枪，放火烧战车。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按同心压头来祈祷，主必听从阮的百爸上帝，感谢你的保守带领。明早起，因带阮正受阮的囝儿来到你的面前，做伙敬拜你。我们献上感谢俄罗你。过去一礼拜，阮无论拄着顺境，还是恶担当的事，离开你，得罪你，拢求你施阮保守赦免阮。你是创造万物的造物主，是公义和平人民人的救主。阮要倚靠你，将所有的苦路交托你，求你将恩典甲力量赐予阮，互阮通得到你及时的帮赞甲祝福。今早起，阮要奉任2位长老以及要举行新任执事甲各团契会长的自任式，求你保守因，赐因有满满的恩赐甲福分，会通伫你引带下面有能力甲阮正信徒合一，互你的旨意得成，互设教70周年的南门教会，搁一届得到复兴。我也要为着世界的和平甲台湾的安全祈祷，求你互目前的俄乌战争以及以巴战争保守安慰因为战争的受害者，也互互相相杀的双方面拢会通以疼心彼此赦免恩待，追求和平，互战争紧煞。明年初，阮也要选出新任的总统。求你，互阮的国内选举过程平和顺遂，人民有智慧选出合理心意的候选人，互台湾成做一个和平富足的宝岛。求你保守带领阮，安慰阮中间有对着试炼、恶担当的事、身体欠安，以及伫网络甲阮做伙敬拜的兄弟，赐圣神甲阮同在的力量，互阮会通永壮平安喜乐。安然经过逐项路径，今日敬拜，求你的圣神临到阮中间，互张牧师分享的信息感动阮，帮助阮，搁通明了你的旨意，成做阮一样的准证。我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咱要请圣歌队来赞美，因今日要赞美的题目是快乐的圣歌，请圣歌队。
感谢圣歌队真好的献诗，快乐的圣歌。这是咱要来共读两位圣经，圣经记载伫旧约箴言30章21节到23节，第二位是伫出埃及记4章第10节到17节。箴言30章21节，遇到3项对摇纸，连担当袂起的有4项。是奴仆做王，戆人食狗额。无人缘的女子出嫁，女被煞接主母。咱来搁看另外一位圣经记载伫旧约出来记记第4章第10节到17节。摩西对耶和华讲：主啊，我平素毋是会讲话的人，对你甲你的奴仆讲话下了后，也是安尼。我是喙之钝的人，耶和华对伊讲：创造人的喙是之水啊，互人下狗、臭耳人、目睭金、青面的是之水啊。这毋是我耶和华嘛？当你去啊，我要赏赐你口才，教是你所应该讲的。伊讲：主啊，你合意找之水，就找伊去。耶和华对摩西发出受气讲。这毋是有你的兄利未人阿伦嘛？我知伊是会讲话的人，搁伊搭出来迎接你。伊一个看见你，心内就欢喜。你着对伊讲，用所应该讲的话传互伊。我也要赏赐你甲伊有口才，搁要教示恁所应该行的事。也要替你对百姓讲话，伊要对你准做喙，你要对伊准做上帝。你的手着举一个管仔，用伊来行神迹。愿上帝祝福听耶话，搁去行的人。这是正道要请本堂的张牧师，伊的题目是担当袂起嘛。大家平安，咱同心做来祈祷。特别上帝确实，人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殿，阮的心就欢喜得跳，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子。阮伫这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今仔日阮对四面八方来聚集伫圣殿，也有一寡人因伫网络甲阮做伙起祭坛来敬拜上帝。祝阮欢喜，会通有即种自由敬拜的环境。有自由敬拜这种的福气，祝愿满心欢喜，感谢要用懊恼感谢献做祭伫你的面前。总是虽然阮心内欢喜，阮心也有真侪的看路。诗篇46篇就是阮心内迫切的恳求，求你斩断枪压制经，求你将遐战车杀落伫火中。求你将和平来临到伫即个罪恶充满的世界，阮无法度通想象住伫加沙遐巴勒斯坦的人，因逃难的过程时常担心火箭、枪支忽然间会临到，阮嘛无法度通想象以色列受掠这200几个人的人质。因厝内的人是偌尔烦恼看路，到底是活是死？什么时阵才会通受投放？祝阮的看路更较侪，毋望即届的冲突无将规个战争战事扩大到中东阿拉伯的世界，甚至扩大到全世界，加入伫战争的中间。战争是阮承担袂起迄种的痛苦。祝阮看见阮家己的环境。需要助力的保守甲看顾，互阮无拄着战争，互阮会通自由来敬拜，互阮会通伫即个所在用阮的即个权利来选出、来领导阮、带领阮的遮个人选。主啊，恳求你帮助阮，阮知影靠阮家己确实担当袂起。若是阮甲上帝你同工，阮不管有甚物困难，有甚物使命，有甚物工作，愿拢愿意来承担，因为伫你无恶正的事。
求你通过今仔日阮的圣经真理的学习，互阮得到勉励，也听见上帝你对阮的呼召。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今日读两段圣经，其中箴言大部分拢讲是所罗门写的，总是箴言后壁这两三章是一个真特殊的箴言可能唔是所罗门王写的。一开始伊就讲这个雅古尔的箴言箴言30章第一节讲雅基的囝雅古尼的话就是密示，这个人对伊提讲就是对伊提甲乌甲，这是翻译的名啦讲。所以30章真特别的所在就是，咱唔知影什么时阵这个诗箴言30章收伫这个圣经的内底对雅古尼这个人，咱嘛唔知是什么款的人，总是咱大概读起来知影，伊可能是一个老师伊至少有这两个学生，伊提甲乌甲伊讲伊一寡智慧的言语30章伫箴言内底真特别，就是这个雅古尔利用真侪数字来加深咱对伊要讲智慧的话印象这个讲的中间有真侪智慧，有时是讽刺，甚至一寡幽默。譬如来讲咱讲30章就叫做数字的箴言有真侪数字。第7节，这雅古尼伊讲，我对上帝求两项代志，伫我还未死以前，请你唔通无想事我这两项代志。第一个就是求你互夫家甲白贼离开我远远，互我做一个真实的人，表里一致的人，互我卖伤假做一个假仙的人互我的嘴定讲出来，唔是白贼是骗人的话，我做真实的自己，这是伊第一个恳求。你会知影第二个恳求是甚么无？伊第二个求，我感觉嘛非常的智慧。伊讲求你，互我无丧香也无好业你想使我到业会真清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若巴足，我若好业，我会认为讲迄是我的功劳，我都遮拍拼，所以我享受这荣华富贵是应该。迄个时阵，我骄傲起来讲耶和华是甚么人？这是我家己的手拍努力所得到的。总是求你也唔通互我散车到无物件通食，我可能去人偷摕，我会可能做一寡无应该做的代，至到去亵渎着上帝的名。所以伊讲这两项代志，伊求上帝伫还未死以前无想所伊。咱来看过另外一站真趣味，30章16节伊讲有3项事，3项无知足，连迄号无讲教业有4项，3加1，什么呢？淫妇。地狱未讲，也是讲伫迄个阴间，死亡未讲教业已经人数满足了，我怎无搁收死人淫妇一再的，咱每一个人有一天拢爱面对死亡。未怀孕的石胎，一直想要有囡仔，总是无法度，所以一直求上帝互我较侪囡仔互我会通有后代。这是第2项。第3项打扫的土地。那拢无欠水的时阵，一点仔雨水无够热，较侪雨水咧，互即个土地会通真湿润。以及火，咱知影水火无情，火若有通烧的所在，都一直延续去。即马全世界气候变迁，所以即马有森林大火、野火，一直烧起，烧咧1个月、2个月，伊嘛袂讲够热，火行过所在一片荒芜。伊讲即个就是有4项无讲教业。今日咱讲的是有3项事地会摇出，连担当袂起的有4项。随常讲的是拢共款4项代志会惊天动地。第一个是罗卜做王，第二是戆人食教业，第三个是无人缘的女子出嫁，第四个是女婢煞食，伊无解说。总是我甲读起来大概是安尼。这种诶，互人感觉很不能忍受，我都通担当哪有这种代志会惊天动地？我读这个是可能啦我唔敢讲我一定是正确的。
有4项伫社会本来处伫不利地位的，伊的身份。检察这个人用各种的手段、心机手段，也是讲伊足好运的，忽然间得到乐透，变成暴发户，爬上了本来伊未达到迄种的地位的时阵，是惊天动地，是互人感觉无法度通担当的事，落魄做王。本来是一个比较下阶层的人。忽然间，互伊掌到官柄，伊就拿鸡毛当令箭啦。吼，咱有听讲说，拿鸡毛当令箭，真可能会滥用伊的权力。第二项，伊讲戆人食到野，伊忽然间成为暴发户的时阵，伊就非常的请野张扬。第三，无人缘的女子出嫁，当然这毋知是安那，可能是毋是伊想尽办法去找到一个丈夫来完成伊的终身大事，女比煞遮女主人的地位用尽各种方法去引诱啥，变做取代迄个女主人。伊讲这个代志是会惊天动地这个人若去到迄个地位，伊会做出互咱感觉真奇怪的代志。所以，这个伊是观察到一个人的命运戏剧性的变化爬到一个地位，有可能是不义之举啦，是用各种的方法，以不配拥有的高度的时阵，这个人有可能对本来是自卑的变做非常的骄傲，伊的态度会变做真嚣张以前我互安尼欺负，今仔日我变做我有这个权行事放肆。互人无法度通忍受，所以也句讲，这是互人低摇出，互人担当袂起的事。中国嘛有一句成语甲这个箴言有一点类似，叫做“德不配位”。德不配位，可能最近你伫报纸常常听到这句话。德不配位，这个是明朝万历年间这个朱子，伊的自家格言内底伊讲这句话。伊规句讲伦常乖解，利剑消亡，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伦常就是伦理常规逐项代志有一个规矩，即若已经拍混乱去有可能会非常的混乱，会国家也是个人会灭亡。德不配位，一个人伊的道德、伊的人格，是甚至伊的知识、伊的能力。甲伊所拥有的地位甲权力不相配的时候，会带来真大的灾难。我想读到这个时候，我想咱每年1月要选举这个是不只重要的。咱将权力来投拜托伊来治理国家。如果这个人的能力，也是讲伊的德行，是互咱怀疑的。所以，咱看这立委也是讲有一寡议员，咱将权力交代伊的私德无好，伊的歪歌会用各种方法利用伊的权力来谋取遐个利益，这叫做德不配位。这对国家、对家庭、对啥，拢是一个真悲哀、悲惨的事。所以，箴言上讲这4种的人是地也担当袂起的。咱什么时阵会用担当袂起这个罪？我打一个问号所以主要是讲正面来讲，有时咱会家己怀着非常大的感谢，也是家己真谦卑。比如讲，大家这么肯定学老我实在愧不敢当我不敢承担大家对我这种好的对待。我实在担当袂起，这个是客气，是正面的。总是担当袂起，有时嘛变做推脱之词啦。你互我这个任务，我能力无够啦，我无法度啦，我做袂起啦。其实一开始就是无想要担当这个职务，所以伊用我担当袂起来做推脱之词。我想今仔要甲大家想的就是，当上帝呼召咱。伫咱的人生的中间，甲咱摆伫迄个位置的时，
是毋是咱犹原会像摩西一样，因家己能力无够弱，因家己讲还未准备好势，我圣经还未读完全，我对人各方面我还阁真需要做学习，是毋是会用担当袂起来做拒绝上帝呼召的一个借口？所以我今日要用第二段的圣经，就是摩西伊上帝呼召伊会顺，伊会反应来甲咱大家学习。摩西，我想咱大家真熟，咱真容易甲伊的一生分做三个阶段。前40年是伫埃及做王主，因为伊受法老的查某囝甲伊领养，所以伫埃及王宫做埃及王主。第二阶段40年是伫米甸的旷野，伫遐替伊的丈人伫遐雇养。最后40年就是伊一天一天学习，甲上帝要安怎同行来完成伊的任务。这三阶段，圣经互摩西评价非常的高。伊讲摩西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申命记34章第10节，伊讲后来以色列人中间无阁兴起任何一个先知，亲像摩西。为什么？因为伊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捌的。其实伊甲耶和华的关系是最后迄40年才开始的。总迄40年旷野甲上帝同行，引出百姓，互伊诚做圣经内底互伊遮大的肯定。上帝伫后来这40年，互伊面对面三甲熟悉。总是咱一开始看，今日咱所读的圣经出来入去第2章、第3章、第4章，一开始并毋是安尼。咱今日所读的圣经啊，读一段，我看来讲，伊一直在用我担当袂起来拒绝上帝的呼召。伫《使徒行传》第7章，这个第一个顺道的司提反，伊咧讲道中间来讲起伊所认捌的这个摩西。这段是迄段《使徒行传》7章22-29。伊讲摩西学习埃及人拢总的学问。我想，埃及伫当时的社会是世界一流的国家，因的科技、因的文化、因的各方面的学问，所以咱会通讲，伊今仔日可能咱讲哇是美国上顶尖大学的博士的学位，伊学习这所有的学问知识，然后伊讲摩西讲话行代志拢有才能。伊后来甲上帝讲，我是喙齿钝的人，是一个推脱。若是司提反讲，这个人。伊毋是甲埃及王子受好的教育，伊的能力嘛真悬，伊行代志、讲话拢有能力。总是伫40年的时，伫40岁的时，一个真大的变化。伊知影家己的身份了后，想要去看伊的兄弟，遐以色列伫遮咧做奴隶的人，伊看见一个伊的同胞互埃及人欺负，就保护伊，替即个伊的同胞出手，拍埃及人，甲迄个埃及人拍死。伊想讲，我仗义执言，我徛伫公义，徛伫民族的感情，替你解决迄个欺负你的人。伊拍算兄弟会晓我，今日是上帝用我来救你呢。总是伊做的代志无得到感谢。伫过长工，伊阁出去阁看到2个以色列人彼此伫遐咧相拍。伊是迄所在做一个和事佬，要互因过好讲，咱是老共款的血裔的，我们是同一国的人，恁哪会互相伫迄个所在咧欺负？伊讲迄个受欺负的欺负伊厝边的人，甲伊讲，今仔日是甚物人设立你做审判官？你有什么权利来管我们的事？你是要亲像拍死迄个埃及人来拍死我嘛？这个代志就变做代志爆发。后来咱看见这个王子法老也知影，可能法老惊讲将来这个埃及王子会取代埃及人的血统来接伊的位，也无一定。利用这个机会，就想要杀摩西。这个是伫出来记2章19节。所以摩西不得不为王子变做逃犯。逃犯走到旷野米甸的所在，伊伫米甸的所在。伊的人生嘛真趣味，伫遐拄着伊后来的妇人人，因为这个叶忒罗伊的丈人有生足侪查某囝，伊无囝人替伊顾养，这查某囡仔去遐顾养的时阵，互人欺负，拄好摩西看到，所以甲因救，佮用水互遐羊食。
所以这查某囡仔倒转去甲因老爸讲，有一个埃及人，伊毋知影讲即个是以色列人吼，伊看伊是一个埃及人，救阮脱离各样的人的手，伊也出力抢水，或者羊群来啉，是一个真有正义感真好的一个人。所以迄个人就邀请摩西去因兜然后将伊的大查某囝西坡拉嫁互摩西做太太，然后因生一个囝。摩西甲伊号名叫吉顺，意思讲我寄卡伫外邦。今仔日我真落魄，虽然伫埃及人也无认我做看埃及人，以色列人也无认我是一个以色列人，我什么都不是。我伫即个世间，伫米甸我也搁敢若是伫外邦。所以咱人看见摩西的性格是正义感有能力伊就出手去做，是欢喜帮助人。总是伫这道路的中间，伊也充满很多的无奈跟挫折。我想基督徒嘛是安尼，有时你会感觉讲这个就对的代志，我是照上帝真理伫职场伫各方面待人接事，就是安尼。总是反应来甲我拢无共，人对我的反应是反面的，是真气我的。有时咱有经历过这个代志，会真侪挫折。有时咱伫这个世间就是出外人尔嘛，有一天咱嘛爱倒转去咱迄个永远的祖根。所以摩西伫人生的中间，这个经历，互伊会通讲已经无抱什么款的愿望。有时我真爱咱一个台湾人圣诗，伊所做圣诗520首吼，有一句话吼，唱到遮我拢有感受啦吼。地上艰苦事，唯愿到失志，独独这三听毋通放离。就是有时咱真侪艰苦事，会互咱感觉真失志。我上帝，我毋是照你的旨意来行，我有正义感，我做这个代志拢是好意的，总是反应完全倒变。为什么？上帝你伫这个代志观点要教示我什么代志？所以伊对上云端跌到谷底，对王子变做一个，我学的学问拢无效。我伫埃及学这记，真后讲话，真后办代志，有啥物路用？我面对的是这样袂讲话无迄落，我夜关也孤单伫遐咧顾样。虽然做人的老爸，做人的某，做人的丈夫，伊对家己的人生感觉讲已经活咱老啊啦。若照咱即摆岁，咱毋知影当时伊是活到720岁，总是70-80岁，我想嘛是人生的黄昏的阶段。无拍算上帝呼召，伫迄个时阵临到，伊大概对人生无啥物期待的时阵，忽然间有一个新的调明来。所以咱中间可能有人70岁、80岁有人已经特别90岁你想讲我大概无啥物使命无上帝的时间，毋是咱所会通决定的。想要甲的代志真多，你想要甲的代志，毋是照你所计划会通安尼行。如果上帝调明到，年龄不是问题，能力不是问题。摩西的反应，伫迄个时阵，我相信嘛真正常，无可能哪有可能？我无法度通承担，你叫我去带遐以色列百姓，所以咱会通看见，今仔日咱甲读其中一段，咱看见摩西甲上帝中间有几个讲法。第一个是3章11节，当伊看到迄个刺皮咧倒无火的时阵，上帝甲讲。我要找你倒转去带我的百姓，因为因艰苦的声我已经听到。摩西对上帝讲第一句话就是反映伊的心。当我今仔是什么人？我是逃犯呢，法老都苦毋得掠着我，你阁叫我倒转去埃及，我要安怎去见法老？第二，我有什么能力，互以色列人相信我？我有迄个能力传因出埃及。你毋知埃及的军队当时是偌强。我无半个兵，无半个人通去协助我算什么？所以真自然就安尼反应。我无能力，我嘛无迄个身份。上帝甲伊讲，我会甲你三甲伫咧，我派你去，毋是互你家己去。上帝，我一定会甲你三甲伫咧。安尼没有办法说服摩西。伊第二讲那好啦，无我领受你的使命。我到以色列人遐，甲因讲，是恁的祖公上帝找我来哦。因若问讲，迄个叫什么名？我要安怎甲因解释？老实讲，我对上帝你今仔嘛无啥了解。何况遐以色列百姓，敢若我安尼讲，因敢要相信？
上帝甲讲你介绍，我就是我。I am who I am， 我是自然而然，我是自由拥有的。自然而然，我会互你伫我人生的过程一天一天，互你更较明白我。你无可能完全明白我，总是自然而然，这个自有应有的，会伫你人生的经验中间，一步一步来明白我。我会互我的百姓明白我。所以这第二个，伊对上帝讲方是安尼。第三讲安尼。讲袂通啦，因也无可能相信我，空口说白话。因讲无啦，上帝无对你出现啦。我变啊证明你真正有对我显现，你叫我做这个代志。上帝还讲你手举什么？你即马手有什么？伊讲我着拿一支各样的歌仔。所以上帝呼召你的时，伊要利用你即马拥有的才能。虽然各样看起来无什么，总是你这个工具，你这个以前伫埃及学的学问、材料，你即马各样所感受到人生的经验，拢是你的功夫，拢是我要使用来，互你完成我交代你使命的人。我会使用你现在拥有的能力，来完成我的使命。所以第三项讲袂通，第四项摩西。第四届甲旧约讲，我袂晓讲话啦。你今仔甲我讲话了，你看我嘛毋知要安怎甲你应。其实已经应四届啊，伊真后应啊，找足侪理由甲拒绝啦。我喙齿钝啊。上帝甲讲，你敢毋知影？想事人即个画面，互咱目睭会讲话等等，敢毋是我想事所想事的？我若找你去完成即个使命，我的确会想事你到遐的能力，你毋免烦恼。我一定会想诉你安，所以大概4届拒绝了第5届，伊全耍赖呢。你介意什么找什么人，你就找伊去啦。总之毋是我啦，莫找我。上帝对摩西生气啊！我安尼一再甲你保证，要互你能力，要照你的等等。好，你今仔既然安尼讲，无我就找你的兄弟。阿伦来做你的帮战，伊会替你讲话。我要想说你两个拢有口才，总是你用这个你的手举这个拐用伊来行神了。4届推辞，摩西伫遐讲不要找我了，你找其他人。上帝虽然生气，总是伊甲讲，好，既然你对家己遮尔无自信，我会想诉你同工。我会想使你帮助的人，来完成我交代你任务所需要的能力甲功夫。所以咱对摩西3阶段真简单。第一阶段，我有这个身份，我有这个材料。天下无难事，只怕有些人。所以什么事我都能。我徛伫正义，我做这个代志绝对是对的。所以我凡事都能。伊的能力甲伊的地位，互伊有这种的自信，总是。无拍算伊的人生做有这个代志了后，伊知影讲袂使。世间的运作毋是照我所想象的方法，有真侪代志毋是我会通掌握，我不行。我这还无法度特别我凭什么去带遐以色列百姓？到伊第3阶段，后来伊勉强接受任务，伊开始学习甲上帝同行同工。我也许不行，总是有上帝帮助，伊会应允我以前所受的训练，拢会成做我完成任务的一个真大的帮助。所以圣经讲，毋是靠关系，毋是用能力，意思毋是讲咱以前学习到你的知识、你的学位、你的人生经验，拢无路用，干来靠上帝，毋是安尼。上帝毋是否定咱以前人生的一切经验，上帝教示咱讲，毋是干那靠迄啦，毋是干那靠你的才调、你的权力、你的智慧去完成事，是靠你甲我同工。所以对心态上讲，我逐项都会的人，耶稣提醒咱讲，事实上，明仔载你看到明仔载太阳，你都毋知影，离开我，你都袂通做什么代志。不要太过于自信。离开上帝，咱
无法度完成什么事。对心态上讲，我袂当的人，保罗的经验甲咱讲，是我可能袂当，总是靠着迄个赏赐我气力的，我事事到位，是我甲上帝来行我人生的道路。所以我对上帝为什么我所担当袂起的？今仔有真侪兄弟姊妹检查我知影，坐伫遮要接受奉礼、设立的，你会感觉哦，我是袂晓，我圣经嘛真无熟啊，我祈祷我嘛真含慢。总是因勇敢回应上帝的呼召，要来服侍上帝，甲人们教会。检查恁有想讲我甲摩西共款，我担当袂起啊，做长老啊，我伤少年啊，什么等等。上帝和摩西应允伊的同在，啊，伊嘛甲咱应允讲，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我要行至水。伊是我活命的气力，是我会帮助我要行至水。咱今仔日毋是靠你能力多强，地位多高，今日咱所以会堪得，是因为上帝要甲咱做伙行这条的道路，咱就用哥林多后书3章第40甲第50节，特别鼓励咱今日要上任的长老甲执事啊，特别其他的大家，咱逐个人拢受呼召来，伫咱的职场、伫咱的家庭完成咱的使命。所以咱毋是讲你会堪得，咱所以会堪得，是因为上帝应允，伊要甲咱送到这个，咱做来读。愿我靠基督，上帝有这好的信。毋是讲阮家己为堪得，对家己来想出什么，所以会堪得是对上帝。哥林多后书3章第40甲第50，这是保罗的经验。毋是阮会堪得做什么事，阮会堪得是因为上帝甲咱做伙同工，做伙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通过摩西的经验，阮也真深知影。若要讲完成主你交代使命，阮真正感觉家己袂堪得，所以阮今仔日会堪得，是因为上帝你应允要甲阮相同行，要教示阮做功课。阮伫上帝，阮会堪得来承担你所交代任何的使命，完成阮世间爱跑走的路程。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咱要来念回应诗，圣诗510首，分群做工，无嫌劳苦。请大家起立念全首。这请坐，咱这要来受这就是。今仔咱要举行长老施伯刚甲倪振阳以及执事拢总有6位，总是今仔胡光瑞签讲有小文执事、洪宏仪陈振仪陈秀玲、杨嘉欣，伊今仔要上任。
我小可来介绍，有人咧问讲，到底什物叫奉日，什物叫上日？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法规大概伊安尼定义啦吼，设日，亲像讲今仔日我3年前倒转来南门教会，伊设日，我已经是牧师，就设立我伫南门教会来担任小会议长。所以设日是即个意思。第二个叫奉日，奉日就是伫换手设日。我若要做牧师的时阵，我为团队做牧师的时阵，我跪伫十字架，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互人换手来奉日做牧师。第一届要做长老，也需要经过即个程序，所以这叫做奉日。就任就是咱今仔日将即个使命交代你开始受职来完成这个事代志吼。所以换手，咱若看圣经，古早以来，以色列人的礼就是换手，换手是讲祝福、奉献我像即个祭物献予上帝时，祭司先换手伫遮牺牲的生礼原顶来祝福奉献予上帝，是讲换手来领受圣神，换手上帝要将即个恩赐即个圣的职务来交代你，换手嘛是医治换手即种意义。所以保罗爱提醒少年的同工提摩太讲，你会记得正长老伫你做长老迄个时阵有换手赏赐你遮恩赐，你毋通袂记得。搁一届对领受的稳定亲像火，搁一届调旺起来。所以咱教会伫今年的9月17，咱顺序召开好会，众人用投票来选出部分任期届满需要退任的长老甲执事。所以咱伫9月17有选出石波刚甲倪正业以及6位执事。今仔日咱2位执事是第一遍要成做长老，所以因需要接受奉日誓约上任。这是就请师伯刚甲正业，请恁来徛到台前，请恁面对我，用信心、用大声来回应我要问你几个问题。恁当要接受长老的职分，恁有确信这是上帝调明也无？有。你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做恁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也无？恁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承认许多圣经、尼盖亚圣经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个别也无？恁今仔日欢喜要担任台北南门教会同会的长老，就忠诚尽职来服侍教会，就尊奉耶稣基督做这个教会头，来协助牧师治理教会归荣光上帝。恁有诚实要遵这个意思来行也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话，长老教会是一个有特殊、有法规、有宪法。恁要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也无？就是请恁来跪在台前，请咱现任南门教会现任的长老，甲咱的名誉长老，请咱来台前，咱要换手来祈祷，来祝福伊。只是请咱赶紧来头前，请恁来换手伊呢。请兄弟姊妹，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逐世代你呼召无同款的人来完成你所交代的使命。伫早时你呼召阿伯拉罕，你呼召大卫，呼召做这个信仰的伟人，你呼召保罗，呼召提摩太，呼召提多，做无同款的材料。任务交代伫因，互因尽忠伫上帝你的国度的事工。今仔日到伫2023年，主愿也感谢你，借着众兄弟姊妹选举，呼召出石波刚、倪正业来成做阮教会的长老，来帮赞福音的讲团，来照顾上帝你所交代的正羊群。
主愿求你对天顶赏赐因所需要的材料，因所需要的能力，因所需要教育的信心、疼心、耐心，望。互因所行所做的，会通互上帝名得到荣光，互南门教会以及因周围的人，因为因今仔日伫上帝面前心中的誓约，来得到最多利益。主，阮知影，阮是担当袂起的人，总是主，你若甲阮相合伫咧，就无有恶正的事。求你，互阮去掉即个应允，帮助只能为上帝你的工人。来完成上帝你爱因完成的使命，阮同心恳求、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多谢，请咱先回座吼。请咱长老执事先完了先留到头前一下吼。咱煞接要举行执事的誓约，请咱在场的5位执事来夹头前。这时台北南门教会小会奉爸囝圣神的名组织，要设立咱这5位兄弟来做南门教会的执事。咱知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当时教会做事务。今仔日咱也通过上帝也众兄弟姊妹选举拣出。爱恁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教会的事工会通顺序来进行。所以即时，请恁伫上帝甲阮众人面前来回答我便问即个问题。恁答要接受执事的责任，恁有确信这是上帝通过众兄弟姊妹呼召恁出来的调明也无？恁愿意做台北南门教会执事？就是忠诚尽职服侍教会，来协助牧师甲长老治理教会，互教会兴起，互上帝名得到荣光。恁约要安尼行也无？教会头毋是牧师，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咱独独尊伊做主，就既若教会的事务，咱就倚靠主耶稣基督来设法。恁约要安尼行也无？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的宪法甲规则也无？即时有会友的誓约，咱拄好听见2位长老、5位执事因伫上帝面前的誓约。即时如果恁方便请你起立有会友的誓约。我有缘。用小会议长的身份，爱问咱几个问题。亲爱的姊妹，恁已经经石伯刚、倪振雅2位兄弟，以及陈秀玲、陈振宇、陈小文、叶宏一、杨嘉欣5位兄弟来做咱教会长老甲执事，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也无？当因替恁办理教会的事。请恁着敬重因、疼痛因，也时常替因祈祷。恁约要安尼行也无？恁讲有，真正爱替因祈祷哦。咱记日今仔日誓约，关系保持教会的特殊。如果中执会办理代志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来设法，毋通私下四过报用。地教妨害教会大局，正兄弟姊妹，恁约要安尼行也无？多谢，请兄弟姊妹请坐。请2位长老完了来头前。这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南门教会小会的权柄，设立恁。做南门同会的长老甲执事，也即时已经通知众会友知影，即个职分对即时开始照规矩要交代互恁。
当圣神有丰力、有设立恁做长老甲执事，恁着照顾上帝教会的羊群，做羊群好的模范，协助牧师伫你教会，也着爱存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名得到荣光。这时，咱拍拍来欢迎咱教会的长老甲执事，请咱国过去。我先来介绍，然后再请咱现任的长老、名誉长老来握手，来甲恭喜，来甲接纳。好，来，咱照这个顺序来徛啦吼。我的 PowerPoint 吼，拜托正爷来徛在上左边吼，照安尼来吼。我也是讲我讲到这个人徛在头前安尼，我大家看较清楚吼。倪正也吼。伊即是伫日本的乡下，伊咧负责迄个乡下内底内控行政管理的工作。伊甲伊的太太张义芬老师，毋知伫遮无？哦，伫迄个所在吼，伊是咱的即个主日学的老师吼。因有2个查某囝吼。伊的小弟就是倪正义传道。南门教会偌久？伊讲伊为小学2年的时阵就来到。南门教会差不多50年有啊啦吼，我会通泄露你的年龄吗？伊捌做过青年团嘅执事等等。咱真多谢，因为有伊，咱教会的财务啦各方面运作了真好势吼。这是倪正也长老。好，这是咱来介绍博刚长老吼，石博刚。博刚我也毋知影你咧教啥呢？伊即马伫中原大学咧教什么项？生态方面吼，伫真少年、真优秀的长老，伫中原大学做教授。伊的家庭毋知二顶兄雷洪这囝有来无？爸爸是义德，雷洪这即摆身体较欠咱替伊祈祷吼。迄个书华有伫遮无？伊咧教主日吼，伊家己一个囝叫石家乐吼。伊嘛是国民学的时阵，就来到咱们教会来侍奉吼，做执事，是基士团契的会长。第三，咱介绍小文老师吼，咱知伊真正是老师啦吼，国民小学当老师。振兴有伫遮无哈？伊的先生义恩呢？祥恩义恩在吗？因伫少年团契，伫下迄个祥恩即马伫成功大学咧读册，所以无伫遮义恩就是真后吹小喇叭那一个啦。你就知影这个小文老师的这个囝吼。伊伫咱们教会是结婚，甲振兴老师结婚伫遮19年，是咱即马教会真重要。设法这个教育献乐组的工课，也献过对的伴奏啦、诗琴等等的哈。这小文执事。秀玲执事，来往前走一步，伊已经退休即嘛是专职，总是伫教会真负担真侪工课吼，捌做过即个妇女团契献歌队队长等等，伊嘛真细汉，甲薛斌执事有一寡人就知影吼，伊就伫咱们教会伫遐来出入吼，即个是陈秀玲执事，陈正宇这是咱今年也新选出来长老，伊即马是伫马街病院吼，执事是个正宇吼，伊目前是伫马街病院吼，妇产部高危险妊娠，意思是讲你若50岁还要生吼，请你找伊，还有希望，咱即马爱国安需要较侪囡仔咧吼，大家尽量去找伊啦吼，也伫马街养医任教。伊的太太叫连文丽吼，今日无伫咱中间啦吼，咱真期待将来太太伫咱中间有一个公主，伊会来到咱们教会是王公亮长老介绍7年外，伊拢伫即个妇团契的服务组咧帮忙吼，陈正宇执事吼，这是咱所选出来长老，然后叶宏仪执事。好，伊即路上互我行一个呢。即个后摆伫中纪会是大炮呢，
伊个大炮型的吼咱知伊捌做过马街的副院长，伊是心脏内科的专家，嘛伫即嘛伫马偕医学院的任教，伊的太太廖美贵吼，咱毋茫将来定来通看到，有2个查某囝，其中一个查某囝去伫法国咧留学吼，为着伊，咱大家为着这个家庭来祈祷，伊到咱们教会17年吼。有做执事也帮助咱。其实咱有人爱去马街，真侪代志拢需要拜托伊帮助咱足侪的方便吼。最后咱来介绍嘉欣杨嘉欣。伊即马拢有咧甲咱即个长青乐活上课吼。熟龄绘本即个是即马最新的物件，也是芳香疗法吼，还有对咱的放松心灵的，伊咧做工书吼。叶先生叫陈金玲先生在吗？伫楼顶，徛起后台看一下安尼。陈金玲哈，来信宏在这里哈，信宏，妹妹在吗？永仪在吗？在6楼哈，他们都在青少期很活跃。其实我甲问讲，你伫咱们教会偌久？伊讲年龄加上伫老母的巴肚9个月安尼啦。伊是第3代，对阿公迄个时代，伊是约瑟长老甲胡美龙，咱大家拢长老因的查某囝吼。目前也是磐石团契的会长吼。杨家勋指示咱看世代交替，这是咱今仔日新选出来的这个执事吼。这时我搁另外一个吼，这时我要请2位今仔日爱退任的。长老吼，王光亮长老甲赖鸿锡长老来上，请恁来头前一个有吼。来，因为长老教会法规吼，包括牧师、长老拢共款70岁都爱退任啦吼。因拢拄已经年龄，恁拢活过吼，大家看一下吼。咱知影即2位长老对咱们教会功劳真大吼，因伫遮。为少年时代到即阵吼，长期忠心服侍上帝，帮助遮伊落。我毋知通请2位太太也下来一下无好无？雅金姐甲莲英吼，因为每一个要侍奉上帝厝内的人，若无伫遐support，真困难。因用真侪时间精神来伫教会咧侍奉，所以若无即2位太太吼，伫头前遮来甲因。支持甲因 support， 因就无法度通完成即个任务。这是我请2位青年团结、少年团结的代表吼，雅金姐，请你来头前。那会当口罩摕起来拜托来翕一个相拜托咱两位漂亮的女孩子来送花给我们2位长老娘哈，长老娘。咱泡泡来感谢一下哈。咱70年一个世代，传过一个世代，即马因要将即个积分吼交代予新的长老，所以我即时来请即个咱大长老甲王长老，请恁甲长老的即个名牌吼来挂伫咱新选出来即2位来，互你。该挂伫因的，互因来领受世代的传承吼。谢谢，哎呀，谢谢。今仔日咱为着新的执事做一个新的名牌，这个新的名牌戴上去就代表因今仔日即时开始。接受这个任务，所以拜托我将这个交予咱这是请咱的现任的长老甲名誉长老，咱有机会手来甲因多谢来甲因拜托吼，会使一起吗？那现任的长老也起来好无？好，咱现任的长老名誉长老，请咱起来馆顶，咱来翕一个相啦吼。是咧，耽误大家一小时间吼，咱这个也是历史性的时刻吼。这个我先借这个互恁好无？来所以请恁家己挂起来吼。秀玲，嘉欣，
啊，这个也结束，安尼我会使。少林，我好，安尼会使，免有听到来，请，免有听到有好来，会使喂。我徛起来实在，好啦，无恁徛起来实在，安尼这样比较好，是嘞。好，可以吗？是嘞。好，多谢。安尼拜托咱甲因握手，甲伊就吼，来咱就回座吼。来请退任的长老先回座吼，甲因握手。咱实在是深感谢吼。伫即个时阵实在是真侪感触吼。70年来，一世代一世代，安尼一直延续落去。咱有遮个心血吼，咱头先有誓约要替因祈祷吼，望上帝赏赐因属天的智慧能力，互咱的教会会通得到更大的兴起。多谢咱请新任的执事，请恁回座。即时我要请团结会长代表来上任吼，真紧吼。咱今年选出来的双联团结，请真紧就来到头前。梅老师吼，梅陈淑茹老师。王公亮会长，请您夫妇这位出来哈。福禄团给陈秀玲，磐石团契杨嘉欣，基石团契杨嘉伦，青年团契刘以正，少年团契陈信宏，助理的永惠君校长，献歌队李慧坚队长，敬拜团胡匡瑞团长。无要紧，来，拢无要紧，来，咱大概安尼吼，徛到头前一排好了吼，能不能排一排吼？过来一下，吼，会使过来，较入来迄个会间，较入来一个，好，旁边再靠一点点，吼，咱一排。好，即时我来，请你使用，吼。恁当要接受大家团结，咱南门教会现有所有团结会长甲同工，今仔毋是干那会长上任随上，背后遐个恁的干部同工拢是共款。恁有确信即个是上帝调明也无？你们领受即个职分，就我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最大，来尽恁做会长、校长、队长，还是这同工等等这职务，恁有约要安尼行也无？这是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教会台北同会小会的官兵，设立恁做本会相连夫妇、磐石、基石、清气、少气、主路学、圣歌队、敬拜团，这职务的服侍，恁就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恁的所做，常常关心伫所交代这的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愿上帝稳定甲恁三甲一个。这是咱用泡泡来欢迎，请恁转身好。简单来介绍双联团结服务团结、福禄团结磐石团契、基石团契、圣歌队、青年团结、少年团契咱为着因来祈祷，泡泡来欢迎您，多谢。好请您回座今仔日接到这职务，请你会记哩，这礼拜六爱来开事工研讨会今仔开始就是爱负责任嘛请大家准备奉献，回应上帝的话。请叶弘仪执事
侪。不过，欢迎大家做伙来敬拜。礼拜后请留落来交味，甲互相请安。咱直接跳过第3项。今日第2场礼拜后要召开中执会，请新旧任的中执做伙参加伫6楼。中执会了后，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留步参加。咱拜六11月18号下晡1点半，要伫地下室举行明年度的教会事工研讨会，请中执甲各团契会长甲有关的同工一定爱参加，准时参加，感谢。第5，咱要后礼拜的11月19礼拜日，咱要伫第二场的礼拜中要颁发教会来的奖学金，请主席罗甲青少契辅导将名单交予办公室。团契消息，相连团契后礼拜要举行月例会，要邀请张嘉美姊妹来分享伊的见证，伊的题目是属灵的传承，而且要准备圣诞节庆祝活动，请上年兄姐有留时间参加。我代表教会来欢迎今仔日有伫咱中间至少我看到陈碧华吼，陈碧华姐妹，咱欢迎伊今仔日来甲咱做礼拜，希望下礼拜煞会通有搁较深的互相的认捌。我有看到进攻长老的第2查某囝吼，伊如怡心怡心为纽约回来吼，欢迎怡心愈来愈水吼。其他敢有我需要特别介绍的迄落？无咱礼拜三嘛，大家留一寡时间，大家若较袂熟，大家互相请安吼，多谢。咱来吟上言390首，阿老天父万福本源，今日山将我作请起立。受上帝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特别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医治帮助因带，甲咱正大家三得的，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这密道